阿伯，你走路怎么一拐一拐的？阿爸，你行路用骗啊骗哦！阿爸，你行路用骗啊骗哦！最近没吃青菜是吗？俺舅母是青菜系么？俺舅母是青菜系么？是啦，最近没什么吃青菜。嘿啦，俺舅母嘛个是枪。嘿啦，俺舅母嘛个是枪。加上又撞到一下，没事。加上又碰到一下，冇事情啦。加上又碰到一下，冇事情啦。阿伯，要吃些青菜呢。阿爸，我是都青菜呢。阿爸，我是都青菜呢。俗话说啊，一日不吃青菜，走路就会摇摇晃晃。人讲，人一冇是枪，行路偏冲强。人讲，人一冇是枪，行路偏冲强。三餐都吃肉，会少活几年哦。三餐都是肉，少睇3.6。三餐都是肉，少睇3.6。是啊，从前常听人说，嘿啊，頭擺床頭聽人講嘅。嘿啊，頭擺床頭聽人講嘅。自己却不会做。自家實唔曉得做，自家實唔曉得做。阿伯，没关系。我们先来量血压。阿爸，冇想過，你來量血壓。阿爸，冇想過，你來量血壓。请坐在这张椅子上。請第2種電腦坐，請第2種電腦坐。只需要3到5分钟就可以了。3到5分鐘就做得嘞，3到5分鐘就做得嘞。我今天穿長袖，可以直接測量嗎？我見每日着長袖，做得直接量麼？我見每日着長袖，做得直接量麼？阿伯，请先把外套脱掉哦。阿爸，我先脱睇咯。阿爸，我先脱睇咯。里面的袖子啊，不用卷起来。底部嘅袖啊，唔是壓起來。底部嘅袖啊，唔是壓起來。请把手伸进来，手掌向上。手把掌向共上，手把掌向共上。在量血压的过程中，不要讲话或做其他动作哦。量你血壓嘅時節唔好講話，或者做其他動作哦。量你血壓嘅時節唔好講話，或者做其他動作哦。好了，阿伯，血压有些偏高。好嘞，阿爸，血壓要下高一些了。好嘞，阿爸，血壓要下高一些了。要注意一下哦。好，我注意一下哦。好，我注意一下哦。好。我帮您用额温枪测一下体温。我用額温槍讓你量一下幾多度。我用額温槍讓你量一下幾多度。36度半，正常哦。谢谢你。36度半，正常哦。是夢兒， 36度半，正常哦。是夢兒。